嗰啲居民咧，即係大概喂你要講嘢唔係問題，係但係咧你不能夠喂攞成日搶咪啲經常發生噶嘛，係咯係嘛？你唔俾支咪佢咧，佢自己打個大聲公嚟得喎。你收咗支咪，熄咗支咪，佢自己攞個大聲公出嚟，啊你管理處啊咩啊嗱，其實都會有嘅，即係越亂晒龍嘅嚇。即係我相信所有嘢透明化有制度咁，所以啲商咧即係要解俾佢知啊，我都係透明嘅。咁然之後講嘢咧要輪流有秩序嘅，有咪嘅，即係咁，將佢變成咗一個我哋習慣由第一次有一個規矩，第二次有第二個規矩，第三次有第三個規矩。咁你要將佢制度化，咁啲人就先會習慣到。大家好，我係 Herman。咁啊嗱，講物業管理咧，其實咧好多話題可以講嘅。今日咧，我係邀請咗個特別嘉賓。嗱，呢位特別嘉賓，大家應該都唔可能唔識啦，係嘛？即係啊，李燦榮博士。係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喂，即係講真，我識咗燦榮20年。係真係20年㗎啦嗱，係咁咧我都係咩場合識啊？燦榮咧都係喺一個物業管理公司裏邊，費事講邊間啦嚇。係。阿燦榮嚟幫我哋咧做咗全日嘅 training 嚇。係。咁咧我就今日咧好即係既然咁難得啊，邀請到阿燦榮嚟我哋節目啊，咁我梗係要同佢傾下關於燦榮喺物業管理裏邊，喂講啲乜嘢好咧咁樣。我第一個諗到嘅咩咧？公關災難。嗱，物業管理經常咧見報嘅，或者經常咧上新聞嘅，係嘛？東張西望都成日走嚟訪問啦，係嘛？突然之間，屋苑裏邊也好，寫字樓裏邊也好，商場裏邊也好，發生咗啲事。突然之間，譬如有人受傷啦，嚇，或者係有啲咩發生火警啦之類嚇。突然之間有班記者衝入嚟管理處，喂，叫你經理出嚟，個經理完全都未知道發生咩事。係。點樣應對呢？嗱，我先講個好簡單嘅變化係咩呢？就係好早年嘅時候呢，我哋有個簡單嘅規矩嘅，就係你可以封得到幾多就盡量封啦。甚至你以前見嗰啲叫擋鏡頭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就有一個好特殊嘅例子出現咗啦。呢個就某啲香港嘅政治人物要去澳門啊。咁以前係點嘅呢？以前就話一捉住佢咁話，誒得啦，Sir，我得一雜誌㗎啦，你得啊通知我啦，即係咁樣一場 show 嚟嘅。咁佢就會好乖咁樣。但凡你入咗房嘅時候，佢話得你到時咪叫我啦，咪出嚟啊，即係咁樣嘅。咁但係去到慢慢即係接近近代啦，後尾原來你發覺呢個政治人物原來當時就算講呢段嘢都係 live 緊。唔知你聽唔聽得明啊？即係話因為以前冇 live 噶嘛，等於地下鐵路我所理解啊。早年其實我趕你咪趕你啦，你 TVB 又好 ATV 有你落嚟，你要拉 cable 咁你直播唔到噶嘛。咁所以佢就會擋住就擋住咯，你影我唔到，我知你影我唔到嘛。但係你諗下，去到90年代後，慢慢喂，而家我手機都可以直播啦。咁即係話所有嘢，包括我做物管，全部 live 嘅。咁我哋要識嘅一樣嘢係咩？每一個人你等於周星馳話齋，你要入到戲。咁你要記住，任何時候已經係冇 take two 啦，開始緊㗎啦。咁呢個就係嗰個分別啦。嗱呢個時候咧，因為好多時候咧，而家我哋成日物業管理咧都係啦。嗱頭先所講下。個個都識得攞個手機走嚟拍嘅，係嘛？擰轉背你已經喺 YouTube 噶啦，擰轉背可能你喺抖音又見到你噶啦，係嘛？即係太方便啦！而家拍嘢係嘛？咁喺咁嘅情況下，其實你係冇遮冇擋嘅，可以咁講嚇。即係當遇到一啲咁樣嘅困難，我哋叫困難啦嚇，但係啲公眾係好想知嘅，特別你知道做我哋物業管理，喂，經常開業主大會啦，遇到好多投訴啦，係嘛？啲投訴有陣時都好唔合理㗎啦，係嘛？咁呢啲咁嘅投訴咧，你解答咗啦，但係佢唔滿意，佢跟住咧就走嚟管理處揾你嚇，跟住揾人揸住個手機嚟拍，係嘛？其實呢啲係好容易會出現嘅事嚟嘅。係啦，即係我哋最困惑就係答又死，唔答又死，係嘛？你拒絕佢，你係賴緊嘢㗎啦。你照答，但係又未準備好喎。點答？點樣應對咧？嗱，我就先俾4個擋箭牌俾大家先。但係呢4個擋箭牌教大家之前咧，先講咗，就係高層必須有一個責任，就係你要俾一啲叫 line to take，即係基本上我要講咩咧咁。呢件事起碼要有一句。個標準咧亦都有標準嘅，就係如果我用口去講嘅，大概10秒。第二咧，如果我用文字經過手機發出去，就140字。嗱，我以前上你嘅堂嘅時候都冇講呢樣嘢，你知唔知點解140字啊？唔知。一個手機以我可以睇到幾多字咧？咁就係140啦。咁我有咩特點咧？我老花啊嘛。咁佢用老花嘅人做標準。咁我一版大概我唔需要刷屏，可以即係完整睇到嘅。即係由英文我哋叫 X 啦，即係以前嘅 Twitter 開始啦，到而家微博、微信等等。
大概係呢個數字嘅規模，即係話你要將啲嘢有效傳遞到出去，咁你自己要先執好呢140字出嚟。如果口頭講就要變40字，即係10秒鐘。先有咗呢個咯喎。咁然之後咧就記住啦，阻止一啲即係無厘啦更嘅人喺度亂噏嘢，因為往往出事就係呢扎人亂噏嘢。亂噏嘢 ，OK。咁喺澳門有個好經典嘅案例係咩咧？有人喺個外邊嗌入去，政府聽咩啊咁樣 ，OK。裏邊嘅人竟然答，咁咪出事咯。即係無厘啦更唔應該嘅人就唔好答啦。咁我4個擋箭牌係咩咧？就係你要問4個問題嘅，就係叫人地時事。第一個就問咩啊？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喎，咁即係又係死嘅嚇。例如正確嘅答法係咁嘅，呢單其實我哋都揾咗阿 Edmond 會處理嘅。嗱，如果你唔介意，你留低信息，咁我通知 Edmond。嗱，我唔好客氣咯。咁呢個就係叫我唔係啱嘅人，但係即係我要適當去表述，就話我哋會將你去介紹或者揾到呢個適當嘅人咁解。呢個第一招。第二個啦，地點啦。其實我喺呢一度咧就未係好方便講嘅。咁如果我哋喺隔離間房嗰度，我會多啲資料。咁你就揀一個你自己覺得最舒服、最 safe 嘅地方。冇錯。OK。第三個啦，嗱，而家其實我所知嘅嘢唔多，咁可能我講咗會有偏頗。嗱，你唔介意，我定一個時間，咁我估我收集到嘅資料會較為好啲。咁呢個就係時間啦。OK。人地時事啦，咁事就話嗱，而家我哋見到坊間好多嘢咧，我有幾點我先澄清咗，唔係嘅咩先，咁我之後再話俾你知大概嘅，所以叫人地時事呢4大擋箭牌，一定要諗㗎，即係如果你講錯咗出去收唔翻㗎。冇錯，係啦，因為我哋其實都即係經常都會需要面對㗎啦，因為其實太多啦嚇，每日遇到呢啲太多。好啦，另一個情況咧就係咩咧？你知我哋咧即係作為物業經理咧，好多時候咧係一係你係發展商背景嘅。咁咧，我哋成日都要開業主大會嘅，1年起碼最少開一次㗎啦，因為週年大會實要開㗎啦，係嘛？咁咧有啲時候咧，可能開幾次㗎啦，尤其是而家嚟緊成日都要搞大維修，係嘛？如果你真係搞大維修，1年開幾次嘅，咁你開大維修一定咧就俾群情洶湧㗎啦，係嘛？全屋苑嘅業主少則幾百人，多則可能成千人，係嘛？圍住晒咁樣，咁你喺台上邊講乜都俾人鬧嘅。你講咩咁樣？你管理處梗係黑箱作業啦，係嘛？你梗係同埋發展商一齊屈我哋嗰啲老百姓嘅汗錢啦，係嘛？實係咁嘅嚇。咁咧喺台上面咧就俾幾百人手指之後問候娘親咧，就經常性發生㗎。因為我遇過唔少啦嚇。咁如果呢啲咁樣咧，應該喺事前嗰個所謂嗰個準備功夫咧，應該要點樣做咧？而家一個好簡單原則，即係我哋喺互聯網世界裏邊咧，就所有嘢叫放在陽光下。放在陽光下包括咗咩咧？譬如我而家會抽籤俾啲人去問問題嘅，我有個透明嘅箱，即係啲紙等落去嘅，真係抽出嚟，俾見到一個箱嘅。咁另外就我有個咪等喺外邊嘅，即係有嘢講嘅人，我係輪流出嚟，即係將所有嘢我叫文明化咗佢。就咪哇個個OK。例如你定規矩，我係要發言啦，咁我哋同時俾咪你啊，或者出去咪 stand 啦。咁樣我哋有個抽籤啦，咁你要將佢流程化咗佢，令大家接受到一套規矩。咁呢個就係今日要識嘅嘢。等於我哋春秋戰國同戰國兩個年代嚟㗎，原來。春秋咧就係叫50步笑百步啦，原來離開你個敵人50步同100步咧有分別嘅喎。你超過咗呢個步數唔準追我喎，咁所以先叫50步笑百步咁解。咁但係去到戰國係咩日子咧？戰國就好似阿子路佢話：喂，你等等先啊，我衣冠唔係好正，我執佢先。結果俾人斬成肉醬。但簡單講啊，即係話我哋而家做物管嘅，一定要將物管嘅戰國拉翻去做物管春秋，咁先有搞嘅，即係起碼要有規矩啊。咁原來中國古代咁有個名言叫50步笑百步，原來佢打仗有規矩㗎啦。我超過100步咧，你唔準追我啊咁樣。咁佢叫50步笑百步。嗱咁去到戰國就麻煩啦。秦趙長平之戰，坑趙出40萬，我當佢係誇張咗啦，都4萬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個好慘烈嘅。我哋而家要記住啦，即係所有嘢我哋要俾我哋嘅嗰啲即係居民知道，我真心我中介啫，我幫手嘅啫。咁然之後我將所有嘢透明化有制度，咁所以啲商咧即係要解俾佢知啊，我都係透明嘅。咁然之後講嘢咧要輪流有秩序嘅，有咪嘅，即係咁咯。將佢變成咗一個我哋習慣由
第一次有一個規矩，第二次有第二個規矩，第三次有第三個規矩。咁你要將佢制度化，咁啲人就先會習慣到。即係起碼訂立一個所謂會議規則，係啦，係嘛？你個會議規則咧，一方面咧就白紙黑字嘅，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自己都要準備一啲咧，雖然唔係叫 formal 啦嚇，叫 informal 啲啦係，但係都起碼都有個規矩咧，係俾嗰啲居民咧，即係大概你要講嘢唔係問題，係但係你不能夠攞成日搶咪啲經常發生噶嘛，係咯係嘛？你唔俾支咪佢咧，佢自己打個大聲公嚟都得喎。你收咗支咪，熄咗支咪，佢自己攞個大聲公出嚟，啊！你管理處啊，咩啊嗱，其實都會有嘅，即係越亂晒龍嘅嚇。因為咧成日都會有嘅。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啦，就係呢個喺80年代嘅啦，即係非常遠，即係你係要年紀大你先知。當時嘅叫檔案，星期交叉檔案咧，就做過一集叫安仔。哦，安仔係咩人咧？咁喺 N 年之後。即係無線電視曾經咩新聞淘寶啊、風東星節目，好似都再揾過你安仔，就係佢第一代嘅投訴鼻祖。哦，佢將所有嘅政府部門一路查到上去，即係港督啊、特首啊，即係都去揾嘅。咁意思係咩呢？即係任何一笪地方，佢有一啲投訴啊，以至開會嘅一啲做法，其實係互相抄襲嘅。冇錯。咁我哋就要記住啦，即係無論嗰度發展成點，第一你要知啦，第二就係你要建立翻你自己嘅春秋制度啦。係。你冇呢個春秋制度，你就真係發大夢啦，即係咁，冇錯，就有啲麻煩。即係你投訴唔係問題，投訴都應該有規有矩，係嘛？係啦。好，咁啊，即係今日真係非常之即係非常開心，真係啊！請到燦永上嚟同我哋講下。喂，嗱，講真，物業管理嘅嘢咧，日日都會有新鮮事㗎。In politics, one day is too long 係嘛？即係 OK 即係真係，其實我哋喺做物業管理根本就係一個政治人，一個政治人嚟嘅，喺個政治嘅大環境裏邊，日日就面對屋邨裏邊咁多政治嘅嘢。係，所以咧，我哋咧其實真係嘅 life learning 永遠都要學習嚇。多謝燦永嚇。OK，好，下次見。下次見。